一场如人间炼狱般的空难，令所有乘客化成一滩血水，秒变白骨精的化身。而隔壁老王就是这场灾难中唯一活下来的幸存者，不过他也因此变成半透明的活死人。未婚妻小美觉得怪病就该怪人来治，于是去精神病院请来了雪藏多年的贝博士。经过贝博士一番猛如虎的操作，终于找到救治的方法，但前提要了解病毒的成分。可唯一见过投毒者的人只有小美的未婚夫自己。情急中，贝博士想到一个死马当活马医的办法，就是梦境记忆共享计划。人类的大脑会生成一定量的电场，在特殊的环境下，如果两个人的脑电波可以同步化，就能读取到对方生前的记忆。但这项实验从来没人敢尝试过，一旦失败的话，小美很有可能会永久变成植物人。为了挽救未婚夫，小美可真算是豁出去了。一切就绪后，贝博士密切观察着仪器，在小美轻微抽动的同时，仪器也产生了反应，两人的脑电波渐渐重合，证明博士的实验即将成功。而小美也成功进入了未婚夫的潜意识。简单的寒暄几句就直奔主题，通过对方的记忆，小美也看到凶手的长相。I saw him. I saw John get hurt. I was there. I saw him. 随后，小美片刻不敢耽误，在电脑上拼出凶手的画像。经过数据比对，得知凶手早已死在遇难的飞机上。那案发后，小美他们见到的是凶手的鬼魂吗？其实凶手是双胞胎，死的那个是替罪羊。很快，凶手就被缉拿归案。看得出来，他没经历被开水烫的过程。在软硬兼施的手段下，贝博士终于拿到了病毒的明细。未婚夫的身体也逐渐迎来了转机。由于小美不顾一切的表现得到上司的欣赏，希望她可以加入自己新成立的调查小组，结果被小美坚决否决了。上司为了争取到小美，说像飞机遇难这样的离奇事件并不止这一件。不久前失踪10年的小男孩突然出现，并且容貌依旧年轻。昏迷多年的老植物也突然苏醒，嘴里还不停念叨着一串数字，是政府停在太平洋上航母的坐标。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，幕后之人一定酝酿着一个天大的阴谋。转眼1周后，未婚夫已经基本康复。小美去看望他的同时，也去看了一下投毒者，在他口中得知他是被人胁迫的。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，但能确定对方也是名警察，以防万一他们的每次通话都有备份。小美按照投毒者给的地址找到了录音带，刚听到内容，小美就被惊呆了。原来投毒者背后的 boss 竟是自己刚得救的未婚夫。画面一转，未婚夫从病床上坐起，拔掉仪器，悄悄摸进投毒者的病房，铤而走险地用枕头将其杀人灭口。反应过来的小美立刻赶回医院，恰好在医院门口遇上准备畏罪潜逃的未婚夫，两人上演了一出《速度与激情》的精彩片段。期间，未婚夫不断撞击着小美，此时小美肠子都悔青了，早知道这样就不应该冒险救活他。不过最终正义还是战胜了邪恶，未婚夫不小心撞上施工围栏翻了车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未婚夫断断续续地提醒小美，为什么上司要选择你去调查此案。